而家嘅世界俾 AI 重建緊，但係邊個提供緊藍圖、工具同埋基石呢場革命呢？好多公司都講緊 AI， 但又有一間科技巨頭已經將佢植入全球商業嘅核心。呢個就係微軟點樣蛻變成為一個以 AI 為核心嘅強大企業。根據一份最新嘅 Alpha Pilot 估值報告，市場似乎仲未完全理解呢個機會有幾大。報告強烈建議增持 overweight 微軟股票，並俾出每股523美元嘅目標價。等我哋深入拆解一下點解。要明白微軟嘅真正價值，你唔可以當佢係一家公司咁睇，你必須將佢拆解成幾個核心業務大國。首先係個引擎，智能雲端，即係 Azure， 佢價值高達驚人嘅2萬億美元，提供 AI 革命需要嘅運算能力，係最基本嘅架構。作為全球第2大雲端服務供應商，佢正以極快嘅速度追趕緊2個領先者，然後係嗰部印印字機，生產力與商業流程。呢個就係你每日用開嘅微軟、Office 365、Teams 同埋 LinkedIn。呢個部門價值1.2萬億美元，係一個穩定收入嘅大水塘。而家佢透過全新嘅 AI 助理 Copilot 得到超強嘅升級。最後仲有個人嘅運算業務 More Personal Computing。呢個部門包括穩陣可靠嘅 Windows、搜尋術庫同埋擁有 Xbox 同 Activision 嘅龐大遊戲業務。呢啲業務加埋嘅價值超過3650億美元。將呢啲核心業務嘅價值加埋，規模已經好大。但係真正嘅重點就係 AI 點樣好似膠水講，令到成個價值大過晒所有部分嘅總和。呢個就係微軟策略界天才之處。佢哋建立咗一個可以叫做 AI 飛輪嘅自我強化循環嚟主宰企業 AI 市場。首先係基礎設施 ，Azure 提供運作複雜 AI 模型需要嘅關鍵運算能力同埋最新政界資源。微軟最近同 Nebius 達成數十億美元嘅彈性運算容量協議，顯示佢哋正聰明咁管理緊佢哋嘅成本，同時確保可以應付到爆發性增長嘅需求。跟住係平台，呢一點好緊要。微軟將佢哋定位為 AI 界嘅瑞士。透過最近將 Anthropic 嘅 Claude 3模型同 OpenAI 模型整合，佢哋向企業界發出明確嘅信號：我哋冇俾任何單一供應商鎖定，我哋俾你選擇。呢個改動降低咗佢哋嘅策略風險，亦都令到 Azure 成為對企業客戶最有吸引力嘅平台。最後同埋最重要嘅一步，應用，呢個真係賺錢嘅地方。微軟唔單止賣 AI 服務，佢哋仲直接透過 Copilot for Microsoft 365將 AI 切入數以億個知識工作者嘅日常工作流程。呢個創造咗一條直接、可擴展同埋高利潤嘅賺錢方式，係競爭對手好難複製㗎。用 Copilot 嘅人多啲，對 Azure 嘅基礎設施嘅需求咪越大，個飛輪就越轉快。呢種整合性策略創造咗一個近乎堅不可摧嘅競爭優勢，喺佢哋業務周圍挖咗一條好深嘅護城河。一間公司如果想離開微軟嘅生態系統，唔係淨係換個雲端供應商或者電郵服務，佢哋要將成個數碼骨幹都拆咗重新嚟過，轉換成本高得驚人。現時微軟正投入破紀錄嘅資金嚟建立呢個 AI 嘅未來，但佢哋同時展現咗驚人嘅財務底蘊。佢哋保持咗似好高嘅資產負債表，並致力於回報股東。最近加咗10%嘅股息就係最好嘅證明。呢個向投資者傳達咗2點：管理層對長期嘅現金流充滿信心，同埋專注於回報公司股東。當然風險亦都有㗎。對於微軟咁大間公司，監管審查仍然係一個因素，競爭亦都好激烈。不過，直微軟係處理呢啲挑戰方面嘅豐富經驗，同埋佢哋嘅整合性價值定位，佢哋有好難俾人打敗嘅防禦力。咁點得出呢個523美元嘅目標價呢？量化分析將所有業務部門嘅價值加埋，得出每股大約係484美元嘅基本價值。但係呢個數字唔係一概全部，份報告額外加咗8%嘅定性熱字。呢個熱字考慮咗微軟好多高明嘅策略，譬如多模型 AI 策略同埋彈性熱字基建協議。呢啲勁動可以有效降低風險同埋加速增長。呢啲勁動令到微軟唔單止可能達到，甚至可能超越未來嘅增長預期。呢個策略性熱字令到最後嘅12個月目標價去到523美元。結論就好明確。對於每一個想喺雲端同埋人工智能長期趨勢中揾機會嘅投資者嚟講，微軟都係一個核心持股，背後有藍籌龍頭嘅財務穩定性作為背景。而家嘅股價已經接近呢個目標，任何因為市場波動而出現嘅回調，都應該視為一個絕佳嘅機春入機會。呢個係一間唔單止係參與 AI 嘅革命，而係正設計緊呢一場革命嘅公司。